豌豆，從西域到中原的胡豆傳奇。豆起源於大約7000到9000年前，古代嘅近東地區，即係而家嘅地中海東岸同埋亞洲西部一帶。本草綱目話，其苗柔弱緩緩，故得豌名，因為它枝條柔弱緩緩，好似細細彎彎嘅絲線，所以叫做豌豆，亦有古名叫榕粟、胡豆。考古學家喺瑞士胡居人遺跡同埋近東地區嘅傑里科遺址，公元前7000年，距今約9000年前，都揾到碳化咗嘅豌豆種子。當時嘅歐洲先民已開始種植豌豆，見證豆科植物與穀物嘅共生作用。考古發現，遠早於張騫出使西域之前，中國新疆哈密地區嘅古墓中已經有豌豆。呢個時間大約喺距今2800到2960年前。好多人都話漢朝張騫由西域帶返胡豆，其實可能係一個訛傳。豌豆喺張騫通西域之前就已經喺新疆出現。喺敦煌出土嘅漢代木簡嗰度，亦都發現咗大量豌豆同粟、黍各類穀物嘅實物。元代魯明善《農桑醫食撮要》盛讚豌豆，諸豆之中，豌豆最為內陳，收多，熟早。豌豆產量高，成熟快，仲好耐擺。飲膳正要，元，忽思胃，味甘平，無毒，調順營衛，益中平氣。呢句話意思係豌豆味道甘甜平和，無毒性，可以調和氣血，滋養脾胃，令身體嘅防禦同修復功能更順暢。田南本草，名蘭茂。田南豌豆，夾甘脆，解熱毒，敷瘡痔可消腫。呢度提到雲南種嘅豌豆，豆莢甘甜爽脆，性質清涼，可以清熱解毒。將佢搗爛敷喺瘡痔上面，有助消腫止痛，係民間常用嘅外治良方。今日分享一道宮廷細豌豆黃。材料：白豌豆200克，砂糖100克，乾桂花少許，蜜膏適量，點綴。清宮食譜嚴格講究，要將豌豆磨碎，去皮，以2倍於豌豆嘅水將豆炆煮，直到佢完全鬆化變軟。最重要嘅步驟就係過細螺絲，要將炆爛嘅豌豆壓成蓉，擦出幼滑嘅豌豆泥，冇咗佢就做唔到宮廷級嘅細膩。跟住加入砂糖同埋提香用嘅桂花，慢火細細咁炒，期間不停攪拌，避免煎鍋，炒到水分乾透為止。趁熱將豌豆糊倒入模具中，刮平表面，任佢自然凝固。蜜膏切成同豌豆黃相配嘅小塊，用作點綴。等佢凝固定型後，切成2寸見方，不足半寸厚嘅小塊。功效：和中下氣，利小便，解瘡毒，清涼爽口。禁忌：糖尿病患者少食，脾胃虛寒者不宜多食。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明朝時期，中國已經廣泛種植豌豆。
而家四川、雲南依然係主要嘅產區，長江流域一帶每年4、5月盛產鮮豆。豌豆怕熱中易凍，所以係冬春兩季嘅恩物。中國北方秋季播種，越年春季收成，南方一般喺冬末春初上市。食法上，乾豌豆係主食糧食，磨粉做糕點；鮮豌豆、青豆就適合清炒做餸。乾豆澱粉多，容易飽肚；鮮豆維生素更豐富。本草綱目話豌豆甘、微辛、平、無毒。主治止瀉痢、利小便、不乳汁，即係通乳催乳，對產後無奶好有幫助。主食可以下乳汁，古籍仲話佢調順營衛、調理氣血，特別適合產婦體弱、氣血不順嘅人。豌豆苗性涼微寒，可以清熱驅火、消除水腫。古代本草記載苗搗爛攪汁，可治燒渴、糖尿病、口乾嘅熱症。豆莢、荷蘭豆同樣歸脾、胃經，主打和中下氣。消食化滯，食完如果覺得胃氣脹、消化唔好，食荷蘭豆啱晒。至於原生甜豌豆，健脾驅濕，肚脹、中氣不足、濕氣重嗰陣，食最爽脆又好去濕。豌豆芽、豌豆纓主要用在皮膚問題。田南本草話佢解瘡毒，無論內服定外用，對瘡腫有幫助。所以話豌豆全身都係藥食同源嘅寶，不過記得要對症使用，唔好過量啊！現代藥理分析發現，豌豆富含多種生物活性成分，具有抗氧化、抗炎、抗菌、抗腎纖維化和調節代謝綜合徵等多種健康益處。食豌豆有5忌：一是脾胃虛弱，唔好食太多，易搞到肚脹；二是對豆類過敏嘅人要戒口；三是鮮豌豆屬於中量嘌呤食物，痛風患者要節制；四是唔好生食，蛋白酶抑制劑會阻止蛋白質吸收；五是切忌適量，否則脹氣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